大家收睇新一集嘅 Rain HK 電視 Xperia 教室，我係今集嘅主持 Evelyn 啊。Sony Mobile 近期推出咗價錢更為親民嘅 Xperia T2 Ultra， 只需要3000幾蚊就可以玩齊6寸大 mon、高清拍攝等等嘅功能，仲有女仔會勁中意嘅實時美顏模式添。等我話俾你知佢有幾好玩啦！ T2 Ultra 嘅屏幕足足有6寸咁大，雖然未到 Z Ultra 嘅全高清級數，但係佢就採用咗質素相當高嘅 IPS 屏幕，無論色彩、可視覺表現都唔會輸俾任何一部高階機。雖然佢嘅屏幕尺寸咁大，但係因為 T2 Ultra 嘅機身設計沿用咗 Sony Z 係手機嘅 Omni Balance 方正外形，又加入超薄邊框，即使係女仔攞上手睇片、打機都毫無難度啦。要打機打得暢快 ，T2 Ultra 喺硬件規格上面亦當然唔會馬虎啦。佢來自咗一粒1.2 GHz 嘅4核心處理器，再加上有1 GB RAM， 已經足夠玩齊 Play Store 上面 download 到嘅 3D 遊戲，配合埋1300萬像素嘅主鏡頭，要拍攝 1080p 高清片更加係毫無難度。雖然 T2 Ultra 嘅屏幕只係得 720p， 但係佢同好多手機一樣，具備影像輸出嘅功能，可以將手機嘅影片傳送到去擁有全高清解像度嘅電視上面播放，咁就唔怕嘥咗部機嘅高清拍攝功能啦。除咗拍片，女士們喺手機最常用嘅一定係用嚟自拍啦。唔講你可能唔知 ，T2 Ultra 除咗鏡頭質素高之餘，仲支援一個獨家嘅實時美顏模式添。開啟咗之後，有好多種唔同嘅美化效果選擇。喺偵測到你嘅面孔之後 ，T2 Ultra 就會即時幫你做齊美肌、瘦面，仲可以自動幫你化埋眼妝添。咁樣自拍仲唔靚上加靚？有咗 T2 Ultra， 各位姊妹們可能會分分鐘都拎部機出嚟自拍，怕啲電好快用晒。咁你又唔使擔心，因為 T2 Ultra 已經配備咗3000 mAh 大容量電池，仲有埋 Stamina Mode 慳電模式，就算玩足一日都唔怕冇電㗎。趁天氣咁好，我都要用呢部 Xperia T2 Ultra 影多啲靚相擺上 Facebook 先。唔講咁多住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